台中市举办2020的台湾灯会，规划12大主题区。上互人惊喜的是，有侏罗纪的恐龙，上界大只有15米悬。台湾灯会后日主题区有恐龙出现，暴龙就算变成飞顶，同款是真凶猛。这首恐龙两毛惊喜，其中一粒有孵出来。这只小恐龙看起来真古锥，要这只15公尺悬的大腕龙，伫半暝闪闪死死，像哪拢卡伊袂调，嘴骨合一个，袂输是你食树叶啊共款。保证小孩子爱死了，因为这个灯区呢，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全国最大的恐龙灯区，最高最大哈，而且每一个都能动，每一只都能动哈。台中市举办2020台湾灯会，后日主题区规划12大主题区，有侏罗纪恐龙、海底世界、热带丛林，有133组立体动物的会场。市府阁邀请得到英国艺术节协会最佳视觉经验大奖的英国珍宝美戏团来表演。美戏团为灯会开幕2月7日迄一天，一直到2月23闭幕，每一天暗时7点，拢伫美术竞技场表演。票是免费的，市政府办灯会就是想尽办法要冲关灯会人气，带动地方观光的经济。